我哋啱啱咧研究咗睇標槍咧，應該係喺4號看台咧就最好睇，因為喺右手邊睇到成個標槍技術，同埋咧我哋呢啲特別飛咧可以任我哋坐，係咪阿武 VIP 包廂。咁我同阿武今次咧就嚟咗龜尾，同大家一齊欣賞亞洲田徑錦標賽嘅標槍項目嘅。咁睇比賽之前，我哋梗係要介紹下入邊有啲咩明星級運動員，我哋要注意噶啦。咁首先呢，就梗係我哋嘅川哥啦，仲有之前作客我哋 Javelin Net 講解 Joint by Joint Theory 嘅阿馬永進馬老闆係澳門代表嚟嘅。咁當然唔少得呢，奧運冠軍 Nadim 巴基斯坦選手。同埋最後呢一位好耐冇蒲過頭嘅日本標槍選手新井良平。咁事不宜遲，我哋即刻去睇比賽。初賽分兩組 A 同埋 B，A 組嘅整體水平比較高啲，資格線係76米。咁當一位選手掟過咗資格線咧，就直接晉身決賽，唔需要繼續掟落去。咁我哋見到Nadim第一集就以86米34嘅成績咧，直接晉身決賽，所以佢就唔會繼續掟落去嘅。咁亦都見到新井良平咧，以77米85嘅成績咧，亦都晉身咗決賽。值得我哋留意嘅呢，就係馬老闆喺賽前佢曾經向我表示，可以參加到呢場比賽，同咁多位高手同場競技，佢嘅人生已經無憾。而更加值得我哋學習嘅嘢，就係喺呢種水平嘅比賽，佢可以克服心理壓力，全力以赴，發揮出佢應有嘅水平。呢一種亮劍嘅精神，好值得我哋咁多位運動員學習。